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继续说中营的哦，我的学校吼，拢毋知影我的学校遮尔厉害呢。听讲遮有一个什物球，踢骹球，踢骹球，踢甲世界比赛对吧？啊来，即个校长，伊嘛是有一间教会吼。以前我毋知影伊是中营的校长呢，逐个为敢知影即个姓做万玲英的华，万哦，英华，万英华，伊即个音就是万玲对吧？伊个爱丽华就是英华嘛，伊个当吼安尼BND 变，伊做牛的哦。你看我后壁即个就是伊起的对无？伊自费是伊家己摕钱出来起的。哦，家己摕钱出来起，敢有即种校长哈？家己摕钱出来起厝，咱的朋友来啊！你好，美秋明辉，吴妈妈。啊，恁吼会当看到即个人真正是无简单哦，伊嘛是毋但是迄个招财神，就是讲伊是做牛的人，而且伊个家己吼摕钱，啊搁摕啥物？即个骹球对无？第一粒第一条骹球，骹球，第听一条讲是骹球，伊进口的。带入来台湾。住伫咧台湾第一粒就是伊起来的哦。要来熟悉即个牧师。万英华牧师，咱今仔日吼要来讲万英华一寡过去的代志。1912年英国长老教会就派伊来台湾。咱升大学来知影讲，即个人是生做安怎？对伊的学生叫做黄武东牧师。为什么咱特别提出黄武东牧师？伊就是台湾长老教会第一任的总干事。伊是万英华学生。伊后来阁整理校史馆，就是讲伊较早有关宗教的，对荷兰啊、英国的宣教士来所有的资料，就是伊整理出来。所以伊的对台湾对教会历史贡献真大，甚至中英大学成立，伊也拢参与伫内面。所以黄武东牧师伊讲一句话伊形容伊的老师讲，伊是一个足有礼貌的绅士啦，是英国的绅士。伊是牧师，是数学家，伊是运动家，阁是教育家，阁是宗教家，逐项拢互伊。伊是一个逐项拢会晓，所以学生拢叫伊万灵校长。伊体育毋是讲干那踢骹球伊游泳也是要跳，较早拢有一个跳绳嘛阁有单杠、双杠，伊逐款拢会晓，拢足厉害，所以讲伊是万灵校长。真正诶，即阵足少人遮尔厉害啊，对无？有一好无两好吼。而且伊阁是即个学校毕业诶哦，即个间学校毕业诶，即间学校我看逐个拢会知影啦。即康桥啊，人讲康和就是剑桥大学迄个康桥诶数学桥，一条数学桥较早起来时阵是全部用棒仔做，但是拢无一支钉啊。安尼边拢无用钉啊，像敢若用叉就甲钉起来，会当行路。后来逐个拢足奇怪，先拢总用迄个三角的棒仔啦，是讲竹个棒仔，地当做一个桥遐尼用，就来拆掉要看卖，看是安怎用诶。拆掉以后，要搁顺伊诶办法甲伊斗起来，确实斗袂起来。所以后来那像有有家庭啊来去啦，因为无法度通搁甲斗起来，叫做数学桥全世界有名。这是剑桥诶迄个 Queen College，就是迄个皇后学院的。对，伊是即间学校诶数学哦。数学因为数学伊分即边甲号迄边，
哦，两两边，边甲连甲，这条桥是上古早建校诶时就已经做好诶桥。哦，嗯，是，而且伊是即间学校数学诶毕业诶啦。毕嗯业以后，伊就去学校教一档诶册，然后伊想要做宣教师，所以伊个倒转去剑桥西敏就是 Westminster Westminster，College 的迄个西敏特学院去修迄个神学课程。嗯然后伊就担任教育宣教师，伊就登记啦，登记海外宣道会就甲伊登记讲伊要做海外的宣教师。嗯，就真正伫1912年就来啦，就来台湾。哦，而且伊是来台南，毋来台南，因听为讲，因嘿，看坐着，船拢爱坐2个月超过啦，所哦，以伫年底就出来，伊到11月17才来到台南。伊来到因为迄阵多日本人咧管台湾，日本就是台湾国啦，台湾国嗯就属日本诶啦，国旗就是日本话啦。伊就有人带伊去看，因为伊要来台湾做咧建立一个学校，建立一个学校总是爱晓讲日本话啊，哦，所以就甲伊送去日本读日本话。嗯到1914年诶时，倒转来甲接校长有嗯人先还未去日本以前，先带伊看一片土地，迄片土地还佫有竹林，还佫有空废诶所在，着拢空空诶土地。拨伊看讲，即块土地遮尔大地，即边看袂到，迄边诶土地，就是要做中学校啦。就是嗯，要交托伊来做中学诶建设诶校长。所以伊伫遐就有一个心内有一个感动，伊就家己感觉讲讲那种上帝伫遐感动伊诶心，伊就想着讲要来按上帝有安怎来应允伊，个摩西上帝安怎应允摩西，伊即个时阵伊得到上帝诶应允，讲上帝要互伊一个足好诶机会来办学校，因为伊是要做教育诶宣教，这是一个教育上好诶所在。所以伊要伫遮互台湾人得到益处，伊要认真拍拼，所以请逐个人拢替伊祈祷，互伊通忠实，毋通分担，来建立即间学校。即间学校真正伫个手中，对完全无到起起来，到起好，毋惊起好训练学生，会晓读骹球，佮读到连英国诶。海军的太领海军就对啦咱后礼拜甲来讲一部分好啦。是，真够读，我听讲因为是校队的无吼，伊是剑桥大学的就是校队的队长啦。哦，校队的队长，哎，这个就厉害，伊来伫台湾以后，真照顾学生。照顾学生，有时学生若破病，伊就甲伊带去因兜。因兜里底就是即间啦。嗯即间就是因兜伊即间厝是起来做宿舍，是伫学校的中即个头前就是运动场，后壁就是教室。学生若破病，伊就甲伊带来因兜，甲伊治疗互伊停困。伊不时拢去足关心学生的情形。这是一个真有责任的校长。无所以即简单，间一直拢做校长的宿舍，到第3、第4、第5、第6到第7任，还佫带入即间校长公馆，后来甲搬出真水的一个所在吼，即间目前是咧做校务室啦，就嗯，是因为学校内底佫有一个叫做学生基督教的教育中心。哦，即所以，间就是听讲即份是台南市古的籍啦，咱咧做古迹，古籍。这是已经敢有超过几档啊？100哦，档，一百档，拢都开始建立中营的时都有啊，即间就起起来。是，
真正是100档。好，所以伊即份就是做一个教育中心。教育的中心吼，心灵养育就是培养，就是讲一个祈祷的所在啦。伊其实迄阵若咧开会啦，拢总爱最后拢总有牧师的祝祷，拢甲教会共款。是。甲即间就是校长公馆的后壁面，另外一个演堂，因拢有起演堂哦。伊因为因的客就是厅拢有一个咧行会。做成英国遐啊吼，遮个欧洲遮个厝吼，是拢有即种吼，因为冬天俗寒诶吼，爱烧这。对。伊带来第一粒骹球。因为伊是一个队长。伊是剑桥大学的骹球队长，所以伫英国就带来第一粒骹球。迄阵台湾当然拢无骹球啊，嘛无人知影要安怎算。拍棍对吧？迄阵古早时的台湾是拢武术。日本人拢是用剑道啦，或是用跳绳啦。我知影拢有跳，我咧读册时还佫有啦，佫跳绳啊，跳绳印吼，佫有单杠、双杠迄种固定的体育的项目，甲剑道、柔道吼，拢迄款。对，柔道做名，跆拳道即类，但是无人咧踢骹球。伊大条就甲因安怎踢，后来就一个好，就算做从传遍到每一个所在，大家拢咧踢骹球。是，因为伊感觉讲即个教育是足重要诶吼，毋单是读册尔对无？爱有好诶身体，因为迄阵伊咧想啦，因为日本人已经有起足侪公立诶学校，爱讲伊私立诶学校，若是要甲公立诶学校会当车拼，就是爱伫道德方面赢过。就是讲伫即个间学校读册学生，着爱有足好诶道德、足好诶修养，就是讲人品爱足好。即部分就会当互社会看出来赢过公立诶学校，所以伊拢足注重学生诶生活，就是讲身体爱真好、真勇，个团体生活吼真合作，佮有足这方面。所以教育诶理念吼是全人诶，就是讲逐项拢爱发展，毋是讲干若较早人是较早咱知影吼，咱诶教育是讲。若体育啦吼，还是讲音乐，拢甲伊读你两遍。对啊，这拢无重要。毋是较早即阵嘛是安尼哦，迄老师我以前教册，老师拢讲，你诶音乐课对无吼？你诶音乐叫我教一个，因为我要考试，安尼读袂了，啥物英文啊、中文啊，迄较数学较重要，阮诶音乐无重要。就是讲，咱有一句话叫做万般拢下品，拢无路用啦。干那读册上高尚吼。是。就唯有读书是上界高尚诶，其他拢总是无路用诶。但是伊来吼，迄个万校长来，伊是甲所有诶教育抓准艺术诶培养吼，心灵诶健康拢是重要。所以伊用一句圣经吼，伊一个圣经来做全人教育诶一个情义，就是讲一个意义啦吼。从即段圣经伫白话字圣经安尼写讲，总共一句，遐个真实诶、可敬诶、公义诶、清洁诶、通听诶、好名声诶、好德行诶、通学乐诶，恁拢着时时刻刻记忆伫心内。你拢爱记伫心内，打拼去追求。你用迄个新日本的圣经咱下骹哦，伊就讲，凡是真实的、庄重的、公正的、纯洁的、可爱的，声誉好的，无论是什么美德、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应当思念。这段圣经就是伊的教育的思想的中心，伊对家己的勉励，伊是伊的方向，就是圣经带伊
要怎样来建立迄个校长的方向。是，咱即阵的校长若有像安尼就好啊，对无吼？嗯是嗯，真是无简单的呢，因为要迄个家长拢会讲，为虾米阮囝即阵数学无好，为虾米我即爱个英文袂晓讲？但爱是无人升学个，对，但是足侪人因拢是，听讲即阵足侪囡仔因拢有一个较无好诶情绪，就是就是讲因诶生活吼，生活诶习惯就较歹，因为啊，佫有无培养一个刻对，刻吼刻苦耐劳迄款诶心智，而且比较会佫大以受后就嘿也无法对，度承受足侪困难。真正诶呢。啊，若人甲伊安怎，伊就摕刀来刣，对无吼？即阵诶囡仔哪会遮尔厉害安尼？对，咱明辉讲诶吼，即个校长是嗯十项全能，嗯，而且每哎秋讲诶哦，校长兼讲经，对无？嗯就是伊啥物货拢咧做吼，而且嗯校长佫兼校工，对毋对吼？就是咱讲诶吼，伊家己伊佫去找钱对无？还去找钱来起厝，这真正，而且毋是台湾人哦，是英国人，拢是因为上帝诶呼召，呼好调，哎，呼调，上帝有好调伊来做即个工课，做宣教诶工课。伊诶目的是要宣教，所以学生吼，逐个暗拢爱暗倒会，然后才会当困，爱有哦，祈我祷来。会记。是迄阵我咧读册诶时，下早拢爱去祈祷，吼，就是为唱歌祈祷开始一工对无？啊来诶，礼拜有当时啊嘛是爱去学校诶礼拜做礼拜吼，会轮流啊，轮流爱去学校做，因为学校嘛有一间教会，啊来就会去遐做礼拜，真趣味。教会就是我诶后壁啦，我诶后壁背景即间就是伫遐，嗯，目前是伫遮来做礼拜啦，我诶后壁诶背景，哦，老师诶后壁，这真水吼，后一这学摆校个请老师甲伊翕较大张诶，安尼，互逐个因为观众。我去来即个间学校诶时阵，我有做过学校诶社监，对无？因暗哦，时我拢爱带学生去即间礼拜嘿，堂伫遐做嗯，暗祷，每一日是，咯，毋是讲拜礼拜日，是每嘿，一日拢爱去遐祈祷，哦，唱歌，然后甲转去宿舍甲困。嗯，是，所以老师迄阵嘛是有住过宿舍，我住宿舍，对，我有住伫学校诶教职员诶宿舍，我做学生诶社监，社监就是嘿，爱管理因安怎困，安怎爬起来，关心因所有，但是校长更加关心啦，因拢实际伊自早就拢关心学生诶是，生活。哦，听讲我嘛全人有住伫诶教育，遐过，就是拢爱关心因诶心是，思意念甲因诶身体有健康无？即阵诶教育家吼，真正有需要即种诶精神吼，但是会惊去互人告呢，这足麻烦诶吼。你若伤关心，人就讲你安那，来家长吼，佫一大堆问题，来吼，有诶家长拢塞互学校对无？啥物责任拢讲，著是学校老师无甲伊管好好，这是做好人嘛着歹做吼。真正是即个宣教师吼。因为有因诶疼心，咱诶福音才会当传到即边吼。因嗯为最近有一个朋友讲，台湾是属倒一个所在，倒一个国家诶，我讲属上帝啊，因为上帝伫400当前，着差派足侪宣教师来啊吼，开始吼嗯400当前，着有足侪人伫遮吼，所以是真正足疼即个土地人。我嘛相信讲每一个国家拢有宣教师伫遐，就是上帝足早就派宣教师伫恁诶国家，只是咱毋知影，就是安尼。淑华来啊吼，伊会讲感谢主吼，遐尼疼台湾，无毋对吼，才肯遐尼足侪疼主诶吼，宣教师，咱拢毋知影吼，台湾足有福气诶。
今仔日的观众朋友做热烈的，多谢恁的建议。捧场啦，捧场。捧场对。就是安尼，所以老师即阵吼要去中营的校史馆，佮加迄寡上后礼拜要来甲咱讲即个骹球，嘿，踢骹球的代志啊，踢伊骹球踢过全台湾第1等的吼，安怎踢？佮踢哩到日本。是无毋对吼，马来西亚嘛有宣教师，其实足侪所在拢，但是佮足侪所在无诶吼。我今仔日同我囡仔讨论讲，为什么人要去北极、南极做宣教师诶无？吼，这应该是足大诶挑战安尼。多谢老师，大概拢翕做好看诶相片吼，我们欣赏。来，咱共款后礼拜吼，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澳洲1:10分吼，做伙来讲故事吼。愿上帝来赐福恁，来恁有家己感觉足够诶。其实逐个人应该拢是做疼咱诶土地人吼，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哦。因为无论是啥物人吼，是啥物代志，就是细汉诶代志对无？拢会当互上帝来用吼。所以你若愿意互上帝用吼，你会当啥物代志吼，拢会当变做足好诶代志。啊，后礼拜要去钓鱼哦，安尼袂歹哦。后一摆请咱诶朋友，好，袂要紧吼，会当搁转来听阮诶广告吼。好，安尼多谢观众朋友嘛，愿意上帝祝福大家，多谢老师。咱后礼拜再会，平安。平安。